弟兄姊妹，我哋感謝主招聚我哋可以嚟到佢嘅跟前，與佢再一會。我哋而家留意下我哋自己嘅呼吸，我哋慢慢呼，慢慢吸。呼咧，呼到盡晒，吸亦都可以吸深啲。慢慢呼，慢慢吸，慢慢呼，慢慢吸。我哋掃描下我哋嘅身體，我哋留意下我哋嘅額頭，我哋覺得我哋嘅額頭好放鬆。如果我哋覺得我哋嘅額頭有啲緊，你可以輕輕咁樣喐下佢，令到自己嘅額頭咧好放鬆。然後都留意下自己嘅膊頭同埋條頸。如果你覺得條頸有啲緊，你可以向左、向右、向前、向後移動下條頸，你感覺到條頸好放鬆。然後留意下自己嘅膊頭有啲緊，膊頭你可以往上推，推到去耳仔，然後放佢落嚟，往上推，推到去耳仔，有種收緊嘅感覺，然後放佢落嚟，推上去，然後放佢落嚟，咁咧令到你個膊頭咧有啲收緊同埋放鬆嘅感覺。然後留意下自己嘅手臂、手腕，包括啲手指都好放鬆。如果你覺得有啲緊，你可以喐下佢邊個位。然後你掃描下你個背脊，你覺得你個背脊而家好放鬆。如果你覺得有啲緊，你可以輕輕咁樣擠壓下佢，然後放鬆。掃描下條脊骨，覺得條脊骨而家又直又放鬆，坐喺張好舒服嘅凳上邊。你嘅大腿、小腿、腳趾都好放鬆，好舒服。然後再翻去你個呼吸，慢慢呼，慢慢吸。我哋掃描下我哋嘅肺部，覺得我哋嘅肺部而家好放鬆，喺度呼吸緊。肺部好放鬆，喺度呼吸緊。然後我哋又掃描下我哋嘅肝、我哋嘅腎、我哋所有嘅內臟，你發覺佢哋都好放鬆，喺度運作緊。掃描下你條腸，你哋都會覺得佢而家好放鬆，喺度運作緊。你感覺下你個心跳，而家越嚟越放鬆同埋有節奏。你嘅心跳越嚟越放鬆同埋有節奏。你感覺到你自己嘅心將新鮮嘅血液帶到身體唔同嘅位置，去燃點每一個器官，去修復每一個壞咗嘅細胞，更新你嘅身體，讓你有一個健康嘅內臟同埋身體。然後你再留意下你自己嘅呼吸，你覺得你而家呼吸越嚟越有節奏同埋放鬆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打開我哋屬靈嘅眼睛同埋我哋嘅耳朵，我哋預備聆聽三一嘅上主要藉著佢嘅聖言向我哋嘅心說話。三一嘅上主，多謝你再一次嘅邀請我哋，讓我哋嚟到你嘅跟前，與你再一會。謝謝你要藉著你嘅聖言向我哋嘅心說話，而你此刻親自嘅臨在向我哋嘅心說話。祈禱奉耶穌基督名求，阿門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要誦讀嘅聖經記載喺耶利米書29章10到14節，佢嘅主題係主對自己子民所懷嘅計劃。耶利米書29章10至14節，我會慢慢咁樣讀一次。當我讀嘅時候，請你留意下有冇啲咩經文嚟到去吸引你，讓你諗起啲咩呢？耶利米書29章10到14節，耶和華如此說：為巴比倫所定的70年滿了以後，我要眷顧你們，向你們實現我的恩言，使你們歸回此地。
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災禍的意念，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你們呼求我，向我禱告，我就應允你哋。你哋尋找我，若專心尋求我，就必尋見。我必被你們尋見，也必使你們被擄的人歸回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我必將你們從各國和我趕你們到的各處召集過來，又將你們帶回我使你們被擄離開的地方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弟兄姊妹，上主透過耶利米先知向佢嘅子民剛才宣告咗一啲信息。你聽到呢啲信息，唔知有冇啲咩句子、景象呢一刻繼續留喺你個腦入邊呢？佢有冇讓你諗起啲乜嘢嘢呢？而家我哋會再讀一次，今次我邀請大家，我讀一句，你跟住我讀一句。耶和華如此說，為巴比倫所定的70年滿了以後，70年滿了以後，我要眷顧你們，向你們實現我的恩言，使你們歸回此地。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災禍的意念，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你們呼求我，向我禱告，我就應允你哋。你哋尋找我，若專心尋求我，就必被你們尋見，也必使你們被擄的歸回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我必將你們從各國和我趕你們到各處召集過來，又將你們帶回我使你們被擄離開的地方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弟兄姊妹，喺剛才我哋所誦讀嘅聖經入邊，唔知有冇啲咩觸動你，讓你諗起啲咩呢？呢刻你可以停留去諗一諗，有冇咩經文句子停留喺你嘅心入邊，讓你諗起啲咩呢？跟住落嚟，我會再讀一次。如果你已經有吸引你嘅句子，上主向你嘅心說話，你可以繼續停留，同上主傾下偈。佢藉着經文要同你講嘅信息。耶和華如此說：為巴比倫所定的70年滿了以後，我要眷顧你們，向你們實現我的恩言，使你們歸回此地。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災禍的意念，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
你們呼求我，向我禱告，我就應允你們。你們尋找我，若專心尋求我，就必尋見。我必被你們尋見，也必使你們被擄的歸回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我必將你們從各國和我趕你們到的各處召集過來，又將你們帶回我使你們被擄離開的地方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弟兄姊妹，讓我哋有少少嘅時間去留意下心靈中嘅觸動同埋景象。又話向佢嘅子民應許，話佢係降平安唔係降災禍嘅意念，係要俾佢嘅子民有指望。你聽到上主應許，叫我哋活後有指望，你會諗起啲咩呢？試下將你所感受嘅帶到耶穌面前，同佢傾下。耶和華應許，我必被你們尋見，也必使你哋被擄的歸回。耶和華應許，佢會俾我哋尋見。你尋見耶和華嗎？佢而家有冇迷失呢？有啲咩你需要歸回嘅呢？你被咩擄走咗呢？耶和華話，你尋見佢，你就會翻嚟佢嘅身邊。呢句説話讓你諗起啲咩呢？試下將你嘅感受同耶穌傾下。耶和華話：佢會從各個國家嗰啲俾佢趕出去嗰啲人，佢會全部都召集過嚟。原來耶和華唔單止要尋找你，俾你尋見，仲有好多人佢都想召集佢翻嚟。呢個經文又讓你諗起啲咩呢？或者有咩感受呢？你聽到耶和華咁樣嘅應許同埋呼籲，藉著先知，你有冇咩感受？試下將你嘅感受話俾耶穌聽。留意下自己呢一刻內心嘅一啲感受，係一啲好興奮，因為你聽到耶和華嘅宣告，你覺得好興奮、好喜樂，定係覺得好慚愧、好無助？你感覺下自己嘅心有啲咩嘅感受，唔使勉強自己去諗啲乜嘢嘅感受。感受係由生命嚟到升起俾你嘅信息。你只係接收呢個信息，然後將呢個心靈感受嘅信息帶到耶穌嘅面前，同佢傾下，同耶穌傾下。如果你喜樂，你話俾耶穌聽你好開心，或者留意下耶穌對你嘅開心有冇咩回應。如果你有好多擔憂、無助，
你亦都可以同耶穌傾下，然後你亦都留意下耶穌對於你呢啲擔憂無助，或者甚至可能你有啲憤怒無奈，你亦都可以同耶穌傾下。不過講完之後都留意下佢有冇咩回應。你都可以回想下喺過去一週喺你生活入邊所發生嘅事情，有冇啲咩值得感謝嘅呢？你發現係上主嘅恩典喺過去一週喺你生活嘅大小事上，你發現咗佢嘅恩典，呢刻你可以帶到主耶穌嘅面前去多謝佢。同樣都留意下耶穌對於你嘅多謝有冇咩回應，或者可能過去一週你都遇到好多唔開心嘅事，好多令你激氣嘅事，你都可以帶到耶穌嘅面前同佢傾下。或者有啲人都令你好擔憂、好激氣，你都可以將佢哋都帶到耶穌嘅面前。然後同耶穌傾下，留意下耶穌有冇咩回應，對你嘅擔憂、你嘅憤怒。亦都用少少嘅時間去多謝耶穌剛才嘅臨在，佢藉着先知耶利米向你嘅心說話。所以佢上主，我哋感謝你，你藉着先知嚟到去話俾我哋聽，縱然我哋偏行己路，縱然我哋好似以色列你嘅子民一樣叛逆你，縱然你會審判，但係你所有嘅審判管教都係懷着愛，為著我哋能夠得更多嘅平安，感謝你，感謝你應許，只要我哋願意悔改，專心嘅去尋求你，我哋就會遇見你。亦都感謝你應許，你唔單止要尋找我哋，其他所有嘅各處各地方嘅人，你都在尋找他們。耶穌，我哋多謝，多謝你。首先，我哋被你尋見，我哋嚟到呢度禱告，去仰望你嘅恩典。而我哋嘅禱告，都望你自己嘅使用，祝福呢個世界。亦都感恩你對我哋嘅愛，係賜平安，唔係降災禍，係叫我哋有指望、有盼望嘅一個應許。感謝你。奉耶穌基督名祈禱，阿門。弟兄姊妹，我哋一齊用主耶穌教導我哋嘅禱文嚟到去結束我哋嘅祈禱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，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，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